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，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，Let's go！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去这边主要是我们两家子，我跟我弟。对，你好。对，怎么比较高？哦，没有，有没有这个？脸也被你看出来，1公分了，眼花了。对，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哦，很棒，很刺激耶！我觉得我们已经快变 Disneyland，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 wait list 有点越来越长。没错，对，所以太长了。怎么排？那怎么排？都是啊。我们有，不是，我们现在用抠的了。用抠的，对，是电话通知。我们已经中午的12点，我们已经把全部的电池都用到没电了。现在全部还继续在充电，可是就release几个，我们就叫一组来。对，release几个10分钟叫一组来，10分钟叫一组来。对，电话人家会砍会，对，我们就抠回来了。尊贵的会员，对，你们呐，要不会，辛苦，没错，谢谢你们办得很棒。哎，我们不会，没错，无人机训练。那我就你来一个，我也来一个，谢谢。谢谢。他这样可以拿高一点没关系。还有后面的话，其实还有我们的贤内助们。对，我们对，这是充电组，对，还有这边也介绍一下，因为他还在忙那个门口，对，我们还在联络 wait list。这么多组啊？只有我们8个人，4大4小在 support， 我们还有小孩子呢。你看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感谢。下次有小朋友也可以体验一下，就是收票啊、登记啊，或是沟通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从前面，然后到训练、比赛，还有后勤 supply 券。我以为是去救民的。没有。你看我们的 charging station 没有停过，停不下来。对，那还是个大的 power bank， 它可以充，所以是一系列的，一次充4组。没问题，也有卡拉 OK。对啊，他那边还忙不过来，你看还在那边忙。明天再来，没问题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我们把它放桌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哈。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，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，拜拜。